先講屬馬啦。屬馬今年犯太歲，犯太歲有筋骨手腳受傷。咁農曆5月、11月先嚟捐血洗牙化解，同埋屬馬咧又特別留意情緒問題。咁12歲而家啲人都用情緒問題噶嘛。咁12、36同48三個情緒問題比較大，適合外遊散心，尤其是農曆5月。咁寒命人適宜去東南方，熱命平命人適宜去西北方，唔好去錯喎，去錯有反效果嘅喎。咁反為24歲犯太歲咧，要感情變化，嚟一段感情就一段感情，又叫一喜擋三災，無喜心情壞，同埋容易筋骨手腳受傷，所以24歲容易損傷。12、36、48就情緒問題，咁60都要留意身體喎。如果60歲犯太歲，睇下牙靚唔靚。如果嘴唇暗黑、嘴角下垂或者門牙好咗甩咗嘅咧，就及早去驗身啦，就特別要留意身體問題。咁72、84嗰啲問題就唔係話好大啦。咁同埋屬馬咧犯太歲，主要係情緒問題，同運氣冇直接關係㗎。如果你喺3月6到8月8嘅平命熱命人，當然麻麻地啦，因為呢幾年運氣對你嚟講都冇乜用㗎。咁就加埋今年犯太歲，所以所有嘢咧宜守不宜攻，就宜靜不宜動。咁但係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，雖然今年犯太歲，如果主要咧就情緒問題控制得好咧，今年有新機會就可以放膽嘗試。所以屬馬嘅你雖然犯太歲，寒命人睇高一線，平命熱命人宜守不宜攻。咁嗱，屬馬今年急升有金貴同埋將星，金貴財物有利，將星權力地位提升，所以打工都比較容易升職。做生意財運係唔錯，當然都係講緊呢個秋冬天出世嘅人啦。咁空星有乜嘢啊？空星係劍鋒伏屍。咁每年犯太歲都有劍鋒伏屍呢兩個星跟隨嘅，所以犯太歲嚟特別而係筋骨手腳受傷，揸車容易撞車。咁尤其是農曆5月、11月可以捐血洗牙化解，希望應咗個撞車唔使撞啦。咁當然顏色都好緊要喎，因為如果你平命熱命人要白金文黑灰藍，寒命人要青綠紅橙紫，咁揸啱顏色咧，意外機會又比較細少少，唔啱顏色就更加要小心留神添。